你有冇發現呢個世界有一樣嘢好殘忍，喺呢個社會裏面，越係流汗流淚拼命填錢嘅人，往往個大越空，日子過得越係喘唔過氣，反而嗰啲睇落根本唔係喺度用力尋日去旅遊玩嘅人，錢卻好似黐咗強力膠咁牢牢貼喺佢哋身上。點解老天爺咁唔公平啊？其實根本唔係老天爺偏先好。我哋老一輩有句說話講得好啱，人兩腳錢是腳，你如果依依追住錢跑，跑到氣喘吁吁，跑到兩腿發軟，嗰個錢照樣躲住你。但係你話似唔似怪？當你徹底停啲，唔追拿，將自己個磁場掉啱咗，嘿，呢個錢啊，反而好似長咗眼睛咁，轉過頭嚟追住你跑，你連水都水唔水。呢個唔係喺度同你講神話嘅。易經裏面有一句流傳千古嘅說話，係佛卦之道，反弗其道，戚以來弗天行也。好多人讀到呢句，以為只係講世事輪迴，時機自然回轉，冇再深究落去。但係你細先諗諗，呢句話嘅精髓係咩？又話你凡事強求，反而係利天爺成。只有你回歸本源，順應天道，嗰啲失去嘅該嚟嘅，自然會喺最恰當嘅時候回到你身邊咯。你去睇睇古代嗰啲真正有大消費嘅智者，佢哋住喺深山野嶺，從來唔主動去追名逐利，但係你睇下佢哋寺院嘅香火永遠係最旺嘅，信徒嘅供養就好似流水咁，源源不絕送上山。你以為嗰係偶然咩？你以為講佢哋運氣好咩？根本唔係講，係因為佢哋掌握咗呢個世上最大嘅秘密，佢哋識得點樣同財富嘅能量產生共振，佢哋身上嗰個頻率就係周財嘅頻率。我知道講到頻率磁場，好多人心裏就開始諗，唔努力錢點會有錢？天下邊有弊時嘅午餐，唔好節先唔好節，注下結論。你哋先靜啲個先，聽我同你講一個真實嘅故事。呢個故事嘅主角唔係咩高升，而唔係咩大老闆，佢就係呢個同你我或者同我哋仔女一樣喺都市裏討生活嘅普通年輕人，而佢只係用咗短短3個月就徹底洗洗咗身上嘅恐鬼磁場。佢到底經歷過咩？呢個年輕人我哋叫佢阿姐。阿姐呢個細可子真係令人替佢覺得委屈。佢喺一間公司做業務，一做就係10年。10年呢，人生有幾多個10年？按道理冇功勞都有苦勞，就應該升個小主管，人工翻倍喇叭。冇，佢就係喺原地踏步。你話佢唔夠努力咩？錯，佢簡直係全公司最拼命嘅員工。每日早上第一個入辦公室，夜晚最後一個熄燈離開。其他人放假去城街飲下午茶，佢穿着雨衣，踩着部破爛電單車喺外面風吹日曬跑客戶。但係結果呢，錢就係存唔落嚟。每個月人工一出，租金一扣，水電煤氣一交，孝順費一俾，剩低個連西牙都唔夠，真係賺幾多使幾多。有時候到咗月尾，仲要食杯麵度日。阿姐心裏苦啊，佢常常望住嗰啲睇落根本冇喺做嘢，而輕輕鬆鬆嘅同事，心裏好唔平衡。點解人哋隨便打幾個電話就成交，日子過得舒舒服服，我咁拼老命，卻日日為咗幾百銀喺度發愁。為咗解決呢個問題，阿姐試過各種方法。市面上嗰啲咩理財達人教你30歲退休，教你點樣睇 K 線圖嘅書，佢買咗一大堆咩投資理財嘅周末課程，佢都花錢去上。結果呢，方法學咗一堆，個大醫人一樣空。佢甚至開始懷疑人生，覺得命中注定係個勞碌命。有一年冬天，嗰月啱啱寒流來襲，台北嘅街頭凍得好似冰窖咁，風吹喺面上好似刀吉咁痛。阿姐嗰月又 OT，
作到夜晚11點幾先走出公司大廈，路上冷冷清清，連個鬼影都冇。佢拉緊咗單薄嘅壞拖拉鏈，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腦子裏盤算嘅卻係下個月租金仲差2000元，信用卡最低還款額2塊到期。那麼呢個點算好？就係呢個時候，佢行到一個地下道口，見到角落裏縮住一個老人。嗰老人睇落七老八十，身上只穿住幾件破舊嘅單衣，凍得瑟瑟發抖。老人面前放住一個邊緣都出咗酒嘅破碗，說句實在話，阿姐呢個時候自己都快活唔落去啦。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邊有閒錢處施捨別人？佢平時見到呢種情況，多數係低住頭快步行過去，但係嗰日真係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唔知點解阿姐停低咗腳步，也許係因為老人嗰對喺昏暗路燈下顯得出奇清澈嘅眼睛，又或者係望住老人，諗起咗自己遠在鄉下老家嘅父母。阿姐嘆咗一口氣，伸手去偷大李嘅銀包，打開一睇，裏面近近靜靜，只剩低一張藍色嘅1000元大鈔。嗰1000元係佢接下來好幾日嘅飯錢啊！阿姐嘅手喺半空中停住咗，先理天人交戰，俾咗我聽日是咩？唔俾呢個老人家今晚會喺街頭凍死。足足猶豫咗1分鐘，最後佢咬咗咬牙，先一橫，將嗰張僅存嘅1000元大鈔抽出嚟，輕輕放進老人嘅破碗裏。就係呢個時候，老人緩緩抬起頭望住阿姐，嗰個眼神一點都唔是一個有毀齒憐嘅齒界，反而透出一股令人無法直視嘅申訴。老人嘅聲音唔大，卻好溫和，帶住一種講唔出嘅穿透力。後生仔，你知唔知你啱啱做咗咩？阿姐愣咗一下，苦笑住話：老伯，我冇做咩，就係俾啲錢你買啲熱食，快啲返屋企啦，好凍啫。老人嘴角微微上揚，笑咗笑，唔係，你做嘅唔係俾出去，你啱啱係替你自己打開咗一扇門咯。阿姐完全聽唔明老人喺打咩啞謎，佢只係覺得呢個老伯講嘢怪怪地，同一般討錢嘅人唔同。老人拍拍旁邊冰冷嘅時事地，示意阿姐坐低。你為咗錢嘅嘢煩惱好耐喇吧？呢句說話就好似一支針咁，直直插中咗阿姐內心最痛嘅地方。佢眼眶一紅，點咗點頭。老人望住佢，語氣變得嚴肅起嚟。你知唔知點解你咁努力，錢卻永遠留唔住？因為你一直追住錢跑。你有冇諗過，也許問題根本唔係你唔夠努力，而係你嘅頻率完全唔啱。頻率。阿姐一頭霧水呢，係佢第一次聽到有人用呢個詞嚟形容錢嘅事係頻率。老人點點頭，呢個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有頻率，錢而有錢嘅頻率。你諗諗，你每日面對錢嘅時候，心裏發射出嚟嘅係咩頻率？係恐懼，係焦慮，係害怕唔夠嘅匱乏感。你每日都喺對老天爺喊：我冇錢，我唔夠。呢種頻率就好似喺對住財富大喊：滾開，唔好過嚟。你越係想又捉緊佢，佢越係覺得你有危險，躲你躲得越遠咯。阿姐本能嘅想反駁：我幾時招錢滾開？我係真係好想有錢。但係佢突然閉住咗口，因為佢捫先自問，老伯講嘅係啱。佢每日睜開眼睛，腦子裏轉嘅都係錢唔夠用，點算？嗰種先知如焚，好似被狗追做咬嘅感覺，真係一種深刻嘅恐懼。呢個時候，老人慢慢站起身，佢做咗一個令阿姐下巴差點跌落嚟嘅動作。佢將嗰個破碗拿起嚟，將月面所有嘅散紙，連同阿姐啱放進去嗰張1000元大鈔，全部倒進咗阿姐嘅手裏。老伯你係咁點？阿姐指咗，
老人拍拍手上嘅灰塵，但係你輸有一個改變命運嘅機會。如果你真係想摸清楚錢嘅美味，想知咩係頻率，聽日早上9點去程碑山丘上嘅觀音寺嚟嗌我。老人停咗一停，眼神變得無比銳利。記住，如果你決定有嚟，你就有準備好，將你腦子裏嗰啲自以為是嘅墮錢觀念全部放低俾我。講話，老人轉過身，步履穩正咁乘轉咗冷冽嘅夜色中，一下子就唔見咗蹤影。嗰一夜，阿姐喺牆上翻來覆去，幾乎徹夜為眠，吹定唔吹。到咗第二日早上，天光蒙蒙亮，阿姐猛地坐起身，吹點嘅唔吹，反正自己都已經窮到咁嘅地步啦，情況仲可以周到邊？死馬當活馬醫咯。程碑嘅觀音寺喺半山丘，冇巴士可以直達。阿姐踩住部破爛電單車到咗山腳，剩低嘅路只能靠2條腿。佢平時缺乏運動，呢段山路爬咗半個幾鐘頭，嚟得佢上氣唔知下氣，山都濕透晒，先好不容易見到廟門。呢座觀音寺規模唔大，睇落有啲年頭啦，但周圍打掃得勤勤正正，一踏進去就有一種令人心裏瞬間平靜落嚟嘅磁場。阿姐喺廟裏轉咗一大圈，最後喺大殿後方一個清幽嘅小院子裏見到咗昨晚嗰個老人，但係眼前嘅景象令阿姐當場倒抽咗一口涼氣，整個人僵喺度。嗰個昨晚穿住破爛縮喺地下度發倒嘅老慈街，此刻竟然穿住一身不挺勤正嘅星袍，盤腿坐喺蒲團上打坐，旁邊仲站住一個年輕沙彌，恭恭敬敬咁替佢拿住拂塵。聽到腳步聲，老人緩緩睜開眼睛，望住滿頭大汗嘅阿杰，臉上露出咗慈祥嘅微笑。你嚟啦，我睇你呢個眉頭皺得，心理依然係一擺個解唔開嘅結噃。阿姐結結巴巴講，連係呢度嘅師傅。老和尚笑住擺擺手，我係邊個呢？個唔重要，仲有係你昨晚喺自己都快冇飯時嘅情況下，都願意將最後嘅1000文偷出嚟俾人。呢個說明你呢個年輕人雖然被生活壓得喘唔過氣，但係心底深處嗰點光明仲會熄滅，就係呢一點光將你引到咗呢度，而即將改變你嘅下半生。老和尚指住旁邊嘅屎凳，坐啲啦，飲口熱茶，建議就嚟同你講講，擋住你財路嘅到底係邊幾隻睇唔見嘅攔路虎。老和尚望住阿姐，輕輕嘆咗口氣，後生仔啊，你哋依家呢個社會物質條件比以前好太多啦，但係你睇睇街上行個人，邊一個扮狗樹後，大家都係拼命嘅錢，但係到咗錢，人卻冇比較開心。物到錢嘅更係日日愁眉苦面。你知呢個問題出喺邊度咩？問題就係出喺你哋身上帶住破財嘅磁場而唔自知。戰兒就同你講拜晒，擋住你左路嘅有3大攔路虎，你仔細聽聽自己中咗幾招。老和尚豎起第一根手指，第一個破財磁場叫做匱乏意識，即係話你估子你就覺得自己係個窮人。阿姐一聽差點冇跳起嚟，師父，呢個唔公平啊！邊個唔想做有錢人？我日日做夢都想發達，我點可能覺得自己係窮人？老和尚笑咗，唔好自主反駁。我問你，你每個月攞到人工去招豬俾賬單嘅時候，心裏係咩感覺？係唔係覺得先就淡血？係唔係覺得哎呀錢又數咗，呢啲錢邊夠用咯？阿姐被戳中痛處，默默地點咗點頭。老和尚指住阿姐嘅心口講，係啦，你腦子裏諗住有發達，但係你嘅心，你嘅情緒卻時時刻刻喺發射一種訊號，叫做我唔夠，我好缺，我好窮。你諗諗，好多父母細個係點教小朋友嘅？哎呀，慳錢好辛苦嘛，我哋屋企冇錢嘅，唔好亂買嘢喎，
你有慳啲用啊！呢啲說話聽咗幾十年，就好似一粒種子咁，死死嘅種喺你嘅潛意識裏。易經坤卦嘅雲言泉講得好，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呢度嘅善與不善，唔單止係行為上嘅善惡，更係念頭上嘅能量積累。你日日之嚟嘅係窮嘅意識，係歸發嘅念頭，宇宙接收到呢個信號，就會不斷俾你更多窮嘅體驗咯。呢個就係點解越經冇錢嘅人越容易遇到電單車壞咗又燒，屋企漏水又補，呢啲莫名其妙破財嘅事。呢個唔係運氣唔好，係你自己將破財嘅嘢攝演過嚟嘅。你哋聽到呢度，心理有冇震一震？你哋自己諗諗，係咪撐場捨唔得買件好衫俾自己？去街市為咗一兩銀同檔主殺到面紅頸赤，你以為你係喺慳錢，其實你係喺散發一種我好窮嘅低頻磁場。呢種磁場一出去，財神爺見到你都有道行態，接住老和尚豎起第二根手指，第二個破財磁場叫做執住與貪求，即係你將錢抓得太緊啦。阿姐唔明白，有抓豬頭，師傅想有錢梗係有緊緊抓住咯，唔係錢跑咗點算？劉和尚手裏個拂塵輕輕一揮，你有冇聽過易經乾卦裏面嘅上走游辭？亢龍有許，形不可走也。咩叫亢龍有許？即係話飛得太高，抓得太緊，過於執着，最終必然帶你悔恨。呢個道理放喺財富上同樣成立嘅。老和尚站起身，指住院子裏一棵參天大樹講：你睇嗰棵樹長得好唔好？枝葉茂盛喇叭。我問你，呢棵樹每日有冇需要喺院子裏跑來跑去追陽光？佢有冇需要拼命伸手去抓空氣？阿姐搖搖頭，冇。老和尚目光如炬，望住阿姐，佢只有將根狠狠揸轉泥土裏，吸收養分，將自己生長好，陽光自然會照喺佢身上，雨水自然會滋潤佢，財富而係一樣嘅道理咯。老和尚行到阿姐面前，攤開手掌，假裝裏面有一把沙。你想有錢嘅心情，就好似手裏抓住一把沙咁，你越係怕失去，手捏得越緊，嗰啲沙就從你嘅指縫間漏得越快。呢個就執着，執着背後係咩？係恐懼咯。你怕失去佢，你用一種恐懼嘅能量去對待錢，錢就好似被你掐住頸咁，佢點唔跑？你又識得鬆手，將個心放寬，該你嘅佢抱唔水，唔係你嘅你拼老命都留唔住嘅。你哋睇睇身邊嗰啲成日盯住股票熒幕，股票跌咗一口子就食唔落飯瞓唔着覺嘅人，邊一個唔係闊得比狗仲累？呢個就係被錢綁架咗落。你唔執住，錢先會好似流水咁順其自然嘅流進你個底。老和尚成反士凳坐啲，豎起咗第三根手指，呢第三個破財磁場，而係你哋現代人病得最重嘅一個，叫做焦慮與恐懼。阿姐苦笑咗一下，師父，呢個唔怪得我哋嘅，依家物價咁高，人工咁薄，我唔焦慮得唔得？我驚老咗冇錢睇醫生，驚俾公司裁員，每日一睜眼全係壓力。老和尚點點頭，語氣變得慈悲。我明，但係後生仔，你知唔知焦慮係呢個世界上頻率最低、最渾濁嘅一種能量？當你整個人陷於焦慮同恐懼嘅時候，你嘅氣場係收縮嘅，係混亂嘅。喺呢種好似烏雲蓋頂咁嘅狀態下，你能夠作出咩好決定？易經真卦講：真來遲遲，恐自負也；蕭然雅雅，後有則也。呢句話嘅意思係，真正喺泥震之中保持清醒冷靜嘅人，最終先能夠迎嚟福報。因為喺恐懼中發倒卻唔自覺調整嘅人，
只會將禍事越做越多咯。老和尚反問阿姐，你諗諗，你係唔係常常因為自住上線就去亂投資，或者係因為驚失去客戶就低聲下氣接咗啲根本唔賺錢嘅案子，最後搞到自己一身疲憊？阿姐聽得冷汗直流，老和尚簡直好似有讀仙術咁，將佢呢幾年嘅狀況講得一字唔差。人只有一折一慌一驚，智商就等於零。老和尚語重心長，找講焦慮嘅頻率只會吸引更多令你焦慮嘅嘢嚟因你。你驚生病，偏偏就容易生病；你驚破財，偏偏就一定破財。呢個唔係老天爺整你，係你自己用焦慮嘅磁場將呢啲衰嘢拉過嚟嘅。打電圍頭個木魚聲扣扣扣扣傳嚟，阿姐坐喺小院子裏，整個人好似被泥劈中咗咁。呢10年嚟，佢以為自己係運氣唔好，以為係老闆唔賞識，以為係老天爺冇獎演。直到今日，佢先恍然大悟，原來一直將財富往外推嘅唔係別人，正係佢自己。佢每日帶住我覺得我唔夠，我好驚失去，我好焦慮呢。3座大山處反攻，呢個點可能係得到錢？阿姐猛地抬起頭，眼裏閃過一絲支持嘅光芒。師父，我明啦，我徹底明啦。我而家應該點算？我身上都係呢種窮酸氣同破財磁場，我要點樣將佢洗甩？我要點樣調頻率？老和尚微微一笑，摸摸沙巴個鬍鬚。智人，你知道病因喺邊度？接下來就嚟教你點樣將身上個頻率調成令錢財主動嚟你個高頻磁場。呢個可係千煎不換嘅轉運秘密，你可要聽清楚嘅。老和尚望住阿姐好子個樣子，哈哈大笑起嚟。後生仔，你呢個急性子又犯咗啦！我啱啱先講又放低焦慮，你依家呢副模樣唔又係急求嘅低頻磁場咩？深呼吸，定啲嘅線先。老和尚指指阿姐嘅先口，又調頻率，其實一滴都唔算，全喺你嘅起心動念之間。今日就傳授你3個真正能夠將錢吸過嚟個高頻磁場，呢個可係宇宙間最強大嘅力量。你聽好先。老和尚豎起第一根手指，第一個高頻磁場叫做感恩。阿姐一聽，眉頭又皺起嚟，細細聲切，感恩。師父，呢句說話我聽多啦，但係我而家窮得連下個月租金喺邊度都唔知，個大空空，你叫我拎咩去感恩？感恩老天爺令我咁慘咩？你以為感恩係有先感恩嘅咩？大錯特錯。老和尚毫不客氣，拿起拂塵喺阿姐嘅肩膀上敲咗一句：宇宙嘅規律係你先學識感恩你依家擁有嘅，宇宙先會俾你更多值得感恩嘅嘢。呢個次數，天王老子嚟拿都唔能夠顛倒地。易經能卦敦傳講，大亨以正天之道也，真正亨通嘅道路必須以正為本。佢感恩就係令你嘅心回到正嘅頻率。當你滿心感激，你個心係開放嘅，係富住嘅；當你滿心怨恨同匱乏，你個心係收縮嘅，係閉塞嘅，財富點可能流入嚟？老和尚盯住阿姊嘅眼睛，語氣變得嚴厲。你話你冇咩好感恩嘅？你今日早上係咪自己行路上山嘅？你嘅雙腿健唔健康？你能夠大口呼吸新鮮空氣，唔使插喉吧？你左腕係咪仲有個遮風擋雨嘅住處？冇瞓喺天橋底？你仲有份工，雖然錢唔多，但係至少餓唔死吧？你中咗嘢咩？呢啲唔係老天俾你嘅福報咩？阿姐被老和尚呢連珠炮似嘅一頓罵，罵得面紅耳赤，羞愧地低咗頭。感恩嘅作用係咩？老和尚語氣緩和落嚟，慈悲講：感恩就好似一個放大鏡，當你每日盯住我冇嘅嘢睇，
你嘅能量就係枯竭嘅。但係當你將眼光轉上我已經擁有嘅事物上，從心底講句多謝嘅時候，你嘅心胸瞬間就打開啦。你就係告訴宇宙，我好富足，我好滿足。宇宙接受到呢個我好富足嘅強大頻率，就會講，好，既然你咁豐盛，我就再多俾呢啲咯。呢個就係感恩能夠招財嘅真正道理。接住老和尚出此第二根手指，第二個高頻磁場叫做時月嘅流動。阿姐愣咗一下，時月嘅流動呢個又係咩意思？老和尚冇直接回答，反嚟同阿姐講咗一個故事。喺宋朝嘅時候，有一個商人叫王居士，呢個人做生意好叻，家財萬貫，可以話係富澤一方。但係佢有一個好特別嘅習慣，每一次佢賺咗錢，必定會拿出一大筆錢嚟布施、鋪橋造路、救濟窮人。佢做呢啲嘢嘅時候，面上永遠掛住開心嘅笑容，一啲都唔心疼。有一次，一個小氣嘅同行就跑去問佢：黃老闆呀，你呢個錢已經多到花唔完，你仲日日攞出去拜送人，你呢個唔係傻咩？你估王居士點回答？阿姐搖搖頭。王居士笑住同嗰個人講：正因為我識得將錢俾出去，所以我先咁有錢咯。老和尚一拍大腿，大聲講道：那句說話就係財富嘅最高機密。後來王居士遇到一位得道高僧，高僧告訴佢：錢就好似水，水點解唔會發臭？因為佢會流動。易經一卦講：順上而下，面雖無章，自上下下，直到大光。呢個易嘅道理就係話，當你識得祈雨，識得令能量上下流動，令更多人受益，你自己嘅路就會越行越光明。你將錢死死捏喺手裏，做個鐵公雞，一毛不拔，嗰個錢就成咗一潭死水。死水耐咗係會發臭嘅，會生雲蟲，會招嚟病痛同災禍。但係如果你讓佢流動起嚟，你開先去買嘢滋養自己，開先去幫助別人，錢就變成咗活水。活水源源不絕，流出去嘅最後都會帶住更多嘅水流返嚟咯。你昨晚掏出嗰1000蚊俾我嘅時候，老和尚望住阿姐嘅眼睛，雖然你心裏有猶豫，但係你俾出嚟嗰一瞬間，你係真心想幫助一個快凍死嘅老人。嗰一刻，你身上散發出嚟嘅就係富足與喜悅嘅頻率。宇宙感覺到咗，佢認定你係一個有能力給予嘅富翁，所以佢將你引導到咗呢度。阿姐聽到呢度渾身似晒雞皮，原來俾錢唔係失去，而係喺創造更大嘅回流。佢第三個呢，阿姐迫不及待高問，眼裏已經冇咗左成個微網，換上嚟嘅係滿滿嘅光芒。老和尚豎起第三根手指，第三個已係最難做到嘅一個高頻磁場，叫做信任。信任邊個？阿姐抓住個頭，唔係信任朋友，唔會借錢唔還。老和尚嘅神情變得莊嚴肅穆，係信任宇宙，信任老天爺，信任因果法則。但係師父，阿姐猶豫咗一下，我以前都信任過公司會俾我升職，我都信任過冇個投資一定賺錢，結果呢，我被坑得好慘。好，依家呢個社會教我點揀隨便信任人，嗰個係盲目加上有所求嘅貪念，嗰個唔係信任嘅。老和尚一語道破，真正嘅信任係我哋老祖宗講嘅6個字：盡人事，聽天命。老和尚站起嚟，成到花圃旁邊，指住泥土講，就好似農夫種田，你將種子播落去，呢個叫盡人事。你咪意去淋水除草，呢個而係盡人事。但係你會唔會每日半夜爬起嚟，將泥土挖開，睇下種子發芽未？你如果日日挖，用一種焦慮恐懼嘅心態，嗰個種子早就被你弄死啦。
真正嘅信任係你播咗種，淋咗水，然後你就拍拍屁股返屋企瞓覺。你心裡好踏實，你知道陽光會嚟，雨水會嚟，時間到咗，佢自然就會長出果實。呢個就係放手，呢個就係信任咯。老和尚轉過頭，目光如炬，盯住阿姐，放喺牆上一係一樣。你要唔要去返工？梗係要。你要唔要去跑客戶？梗係要。但你做呢啲嘢嘅時候，心裡唔好就係掛住嗰種萬一失敗點算，萬一呢個月業績唔達標點算嘅沉重包袱。你將該做嘅嘢做好，用感恩嘅心去服務客戶，然後放手，將結果交俾老天爺。你要相信，只有你嘅頻率係開放嘅，係富足嘅，老天爺絕對唔會虧待你。就算呢個案子冇成，宇宙亦會喺另一個你睇唔到嘅地方補俾你更大嘅福報。呢個就係最高級嘅信任頻率。阿姐低低就坐喺士凳上，耳邊圍住呢番說話，時連個委屈，時連個不甘心，時連個焦慮，喺呢一刻就好似被清晨嘅陽光照到咗冰雪咁，瞬間融化晒。佢終於明白點解自己總係留唔住錢啦。佢以前就好似個瘋狂嘅農夫，唔單止日日挖開泥土睇種子，仲一邊挖一邊鬧老天爺，點解仲唔結果？師傅，我明啦。阿姐嘅眼眶濕潤咗，佢深深注咗個躬。老和尚滿意點點頭，坐返蒲團上。既然道理你都聽明白啦，咁這時來就有嚟啲真槍實彈嘅練習啦。講得天花亂墜冇用講，依家就教你幾招，你返屋企每日就做，只有3個月，我保證你嘅磁場會煥然一新，連財神爺見到你都會喜歡到不得了。第一招叫做晨間富足觀想。老和尚指住阿姐嘅鼻子問：我問你每日早上起身，眼睛一睜開，第一件事係做咩？阿姐愣咗一下，抓頭講：摸手機咯，睇下依家幾點，跟住划下新聞，睇下有冇客戶傳信息，再睇下銀行戶口。老和尚大喝一聲，嚇咗阿姐一跳。呢個就係你哋現代人最大嘅致命傷。你哋係唔係都一樣？眼睛一睜開，個魂都未歸位，就指住攞手機睇股票跌咗幾多，睇新聞邊度又出事啦，諗住今日仲有幾多賬單有繳。你一大早腦子裏灌進去嘅，全部都係焦慮、恐懼同埋錢唔夠嘅煩惱。你呢個係咩？你呢個係一起身就俾自己灌毒藥。你1、2日嘅頻率喺早晨嘅黃金5分鐘就俾你徹底搞錯咗。財神爺仲緊靠近你咩？咁師傅，我應該點做？阿姐緊張吞咗一口水。從聽日開始，老和尚語氣變得莊重。早上起身唔好即刻落場，手機俾我放得遠遠地，你喺床上躺住，閉住眼睛，俾自己5分鐘嘅時間，深呼吸，將氣塞到肚子裏，就係慢慢呼出嚟，然後喺心裏真真切切喺感受我口呼足這4個字。跟住老和尚講，起身之後成到鏡子前面，望住鏡子裏嘅自己，大聲講一句：我係富足嘅，我值得擁有世間一切嘅美好。你唔好覺得呢個好傻，你每日鬧自己係窮光蛋，鬧咗幾十年都唔覺得傻，依家誇自己一句富足又點乸？呢個叫重新洗腦，將潛意識裏個窮鬼趕走。第一招叫做布施嘅藝術，建立可水之間。阿姐面露難色，師父，第一招唔使錢，我做得到，但係布施，我而家自己都快餓死啦，邊有錢去布施呀？老和尚笑咗，數你嘅念珠轉得飛快，又嚟啦，呢個就係窮人思維。邊個話你布施一定要花大錢財？你去路邊買個10文嘅紅豆餅俾流浪漢，算唔算布施？你今日坐巴士讓個座位俾老太太，
信唔信布施？你行喺路上對咗清潔工人後座講句辛苦晒，呢個叫語言布施，而係布施羅。老和尚望住阿姐語重心長，係講你有改變嘅係嗰個給予嘅心態。我教你一個最實在嘅方法，從下個月開始攞到人工，唔理幾多，硬性規定自己拿出1%到5%，將佢裝喺一個信封袋裏，呢筆錢就叫活水基金。呢筆錢只能用嚟祈雨，你可以拿啲去廟裏聽聲遊，可以買幾包狗糧去餵流浪狗，甚至可以請辦公室嘅同事飲杯咖啡。但係你記住一個鐵律，如果你將呢個錢掏出嚟嘅時候，心裏喺的河覺得好痛好捨唔得，咁你就俾我騷反脆，千祈唔好俾阿姐耍贏咗。點姐俾嘅唔係做好事咩？因為你帶住先通統寫唔得嘅頻率去俾錢，你散發出嚟嘅磁場就係歸法咯。老和尚只做天公，老天爺唔係睇你俾咗幾多鈔票，老天爺係睇你俾錢嘅時候嗰個心係豐盛嘅定係恐懼嘅。寧可俾少啲，但係俾得開開心心，呢個先就真正嘅活水流動咯。講完布施，老和尚書持第3根手指，第3招呢就最神喇，叫做同錢傾偈嘅跟錢溝通術。同錢講嘢，阿姐瞪大咗眼睛，好似睇外星人咁望住老和尚。師父，你唔好講我笑啦，對住鈔票講嘢，別人會以為我係神經病嘅，你先係神經病。老和尚冇好氣，敲咗晒阿姐嘅頭。你哋呢班凡夫俗子對待錢嘅態度先，真係好似神經病。你哋成日想有錢嚟，但係真係有花錢嘅時候呢，你去交租，去俾水電費，塊面拉得比馬鏈仲長，心裏暗鬧，又有大師說啦，錢點給一直出去，你將錢當成仇人咁對待，每次錢離開你，你都俾佢個白眼，佢下次仲想返嚟，你咩？老和尚呢番說話，簡直就好似一道閃電，劈中咗阿姐嘅腦子。萬物皆有靈人，後生仔。老和尚語氣變得輕柔，下次你再走租嘅時候，將錢遞出去嗰一刻，你喺心裏默默對錢講，多謝你啊，因為有你，我先有呢個遮風擋雨嘅家，唔使喺外面吹冷風。你去街市買佢，俾錢嘅時候，心裏諗，多謝你，因為有你，我嘅身體先能夠得到滋養。第4招，亦係最關鍵嘅收尾功夫，叫做洗水孔酸氣嘅能量清理法。師父呢個有點屎，阿姐趕緊拿出筆記本，準備記啲。你幾10年嚟對有錢人有冇知道過？有冇埋怨過老天不公？有冇覺得錢好難回？覺得有錢人都唔係好東西？老和尚連問3個問題，阿杰連連點頭，笑佢都提唔起頭。呢啲負面嘅念頭就好似你身上個污垢，一層一層刻糊喺你嘅磁場上，將你原本發光嘅靈魂都蓋成咗黑灰色。老和尚講，第一步，你先至返屋企，拿出一張白紙，將你腦子裏對之前所有骯髒、負面、恐懼嘅想法全部寫低。唔好自己覺得有錢人都唔係好東西嘅就寫低，覺得我命中注定窮嘅都寫低。寫完之後望住佢，告訴自己呢啲全係垃圾，呢啲全唔係真嘅，然後將佢撕個粉碎，或者安全將佢燒掉，將呢啲毒素排出去。老和尚手一揮，好似喺驅趕晦氣咁。跟住我教你一個老祖宗傳落嚟嘅物理淨化法，海鹽淨化法。你反處買一煲最天然嘅海鹽，粗鹽最好。如果你屋企有魚缸，放一缸溫水，灑幾把海鹽落去，整個人浸喺月面20分鐘。浸嘅時候，你閉上眼睛觀想，想象你身上嗰啲焦慮、恐懼、晦氣、窮酸嘅氣水，全部被海鹽吸咗出嚟，溶解喺水裏。最後把掉篩子，
望住嗰啲溪水咕嚕咕嚕流進沙水兜，徹底離開你嘅身體。冇浴缸點算？阿姐連忙問。冇浴缸，沖涼嘅時候抓一把蟹丸，輕輕喺身上搓屎，效果係一樣嘅。老和尚講，蟹丸喺風水學同能量學上係最好嘅除煞避邪、淨化磁場嘅聖片。你一個禮拜洗2次，將你個一身烏煙瘴氣嘅低頻能量洗乾淨，財神爺先睇得清楚你喺邊度囉。老和尚拍拍阿姐嘅肩膀，俾自己3個月嘅時間，唔好日日盯住結果睇，唔好執住錢，點幾仲會嚟？你就輕輕鬆鬆、開開心心去做呢4件事，去享受嗰個我本來就好富足嘅感覺咯。